先来关心的是最近的针对这个中国利用网红来传播统战言论，甚至咱的国军阁表出强烈行动，也阁有台湾人申请中国身份证的证据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来开国安会议，伫下晡1点半发表谈话，咱做伙来听。中国也将两岸交流视为对台统战的管道，在台湾内部区隔敌我，分化台湾内部。 削弱敌我意识，并意图架空政府公权力，塑造中国已经在台湾治理的假象。这样的中国，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。我们没有选择，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。这也是我今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的目的，是我们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。 强化我们的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。台湾当前所面对的5大国安及统战威胁，以及17项因应策略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。在因应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之威胁方面。 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，恢复军事审判制度，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，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，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、立敌、泄密、废除职务、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。未来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之军事犯罪案例。 将交由军事法院审判。为有效遏制现役及退役军人各种严重打击国军士气的争议言行，国防部需严明在陆海空军刑法增订对敌人效忠表示之处罚，并修正对于领取、退出、给予人员之相关规范，以有效维护军队的纪律。 面对中国这款即马有愈来愈侪侵害台湾国安的手段，咱赖总统是表示讲，中国是境外敌对的势力。伊嘛强调，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，反对互中国借去。赖总统也来提出17项因应的策略，包括着加强国际友盟的合作，传达台湾反中共的共识，恢复军法的审判，也有加强清查中国身份证件等等，对内甲对外拢展现守护主权的决心。